7個號碼唔係難，但一位統計學家表示，呢個實際係非常困難嘅。據安省彩票公司嘅數據，贏得頭獎嘅概率係33294800%。有專家話，每組7個號碼嘅中獎機會係一樣嘅，因為佢哋係隨機抽取，因此無論你自己挑選號碼定係用 Quick Pick，實際上冇咩唔同。但有個技巧就係避免選擇常見嘅號碼，例如同生日相關嘅號碼1至31，人人都係呢啲日子生日，所以就算中到頭獎，都好可能唔係一票獨得。好多人都相信大公司，覺得佢哋可靠。同樣，大家信喺 Google 上邊揾到嘅網站應該係真。不過有好多騙徒就係利用呢種心理，假冒大公司，然後做咗個假嘅網站出嚟，俾錢 Google，將網站排喺第一位嚟呃人。Google 就講到自己好似好有商業道德，話如果知道網站係假，就會即刻移除，但就從嚟係先收錢，唔查真假，等真係有人被呃又接到投訴嘅時候先至移除。據講，騙徒付費贊助搜尋器公司，令到佢哋嘅網址喺搜尋嘅時候第一位出現。呢種手法已經係好普遍。